青春无悔，当你必须选择生存或信仰，你是否会像这件军服的主人一样，选择为信仰而战？这件衣服曾穿在一位南昌起义军身上，他的名字已不可考，但我们无法忘记他给自己交出的答卷。共产国际指示，如有成功把握，可举行暴动，否则不可动。什么都预备好了，呵呵，为什么我们现在还要重新讨论？这是共产国际的要求。如果我们此时不行动，我只有辞职。这是一场生死博弈，一贯和风细雨的周恩来平生第一次拍的桌子。这也难怪，这次中共军事精英几乎倾巢而出，秘密抵达南昌，战事一触即发。党内张国焘却执意阻止起义，这个行动关系我们几千同志的生命，我们应当谨慎。周恩来焦虑极了。尽管南昌城内中共兵力占优，但城外10万国民党军虎视眈眈，一旦起义之势走漏风声，不仅先手优势尽丧，恐怕要遭到团灭。1927年，继蒋介石策动4·12政变后，汪精卫也公开宣布与共产党决裂。至此，国民党、宁汉两大对立集团集体背叛孙中山的国共合作政策和反帝反封建纲领，枪口调转，瞄准中共。国共两党都参与了国民革命军的创建，他们身着统一军服。然而，中国共产党在此时并没有能真正掌握一支有力的武装。面对背叛和屠杀，甚至束手无策，是退下军服，交出仅存的武装力量，还是改其意志，拿起枪杆子干革命？危急关头，中共中央决定发起武装暴动，或有一线生机。当时共产党所能掌握和影响的部队基本集中在江西北部，赣江水浅，不通军舰，而南昌国民党守军相对空虚。恰好朱德任南昌市公安局长，还领导着军官教育团，熟悉各重要据点的布防，在这里动手是最佳选择。7月27日，周恩来受命秘密抵达南昌，在江西大旅社成立中共前敌委员会，统辖各部，策动起义。我们今天要重新树立革命的旗帜，反对南京国民党政府，打倒蒋介石。愿意跟我走的，我们一块革命；不愿意跟我走的，可以离开部队。国民革命军第20军军长贺龙也来了。一直以来，他不耻国民党的腐败风气，更瞧不上蒋介石许诺的高官厚禄，早就想揭竿而起，跟共产党走了。而中共中央方面也给了贺龙最大的信任，任命他做起义代总指挥。大家商定7月30日晚动手。万事俱备，岔子居然出在了自己人身上。你们这是在反抗中央的决定。起义部署已经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张国焘坚持认为，必须争取张发奎的支持，才能万无一失。张发奎是国民党第2方面军总指挥，他更是贺龙、叶挺的顶头上司。可是情况紧急，一失万无，两派争执不下，起义只能推迟。7月31日上午，激烈的争论又继续了几个小时。这时，距原定起义时间已近，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传来了汪精卫、张发奎联手反共的消息。他们即将于8月1日赶到南昌。张国焘才不得不表示服从多数人的意见，再不能拖延。8月1日凌晨4时，3声枪响为信号，口令河山统一。革命事业的成败，就看今晚。
了区分敌我双方，起义军全部系红领带、扎白毛巾，在马灯和电筒上贴红十字。根据计划，朱德要完成一项特殊的任务——设宴牵制敌军团长。来，喝！各位，军也无事，何不搓几圈麻将？酒过3巡，朱德提议转场搓麻将，意外却发生了。啊，那还得了？走！报告，副营长赵福生外出未归。不好，有人告密了。是赵福生，这个叛徒。提前2小时起义。凌晨2点，南昌城遍地开花。1小时内拿下半个衙门。在周恩来、朱德、贺龙、叶挺、刘伯承等人领导下，起义部队发起全面进攻。这首81起义歌至今仍在南昌城里传唱，它是老百姓对起义的态度，对共产党的欢迎，这是人民的选择。为了纪念这个伟大时刻，我们把8月1日定为了建军节。后来，南昌起义军辗转多地，2万多人，到最后仅剩800多人。他们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井冈山，成了红军主力。他们用青春选择了共产主义。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1枪，它是一面旗帜，划破黑暗，托起希望。从此，揭开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和创建革命军队的序幕。